太子殿下，时辰到了，该进药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就是新来的路人甲吧？难得殿下还记得我的名字，您就喊我小贾吧。小贾姑娘，多谢你救了我的命。是殿下福缘深厚，那日是我口出狂言，多谢殿下慈悲，救了我的性命。小贾姑娘，为何今日的药味跟往日的略有不同啊？这是参松汤，主要治疗七阴两虚的症结，是寻常补药。殿下请放心。既然小贾姑娘都这么说了，我便放心一下。殿下，您是否还记得数月前有一个被罚跑皇宫的宫女，在她精疲力竭时，是您救了她，还给她送了一些糕点。太子殿下让你别跑了，还有这个是殿下赏给你的。哇，多谢多谢。我当然记得，我还知道那个宫女就是你。不必，小贾姑娘年纪轻轻便通晓药理，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我那日救你，也只是于心不忍，没想到今天却成就了一份善缘。是殿下谬赞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为殿下施药一定尽心竭力。大哥，小贾，我来找你们玩了。风风火火的，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发明啊？大哥，11难得来我这永延宫，合着只是来寻小贾的？没有，我是来看大哥，顺便看看小贾。啊，那看来我们11以后要是这永延宫的常客了。不知道为兄，这是该喜呢，还是该忧啊？我来了。陆姑娘，你不会恨我吧？我恨你，而且是特别恨你。你看，你给我一个这么大的药丸，连水都不给我，你想噎死我啊？陆姑娘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可没开玩笑。回头呢，你找二殿下要一颗一模一样的药丸，你陪我一块吃哈。好啦，这天色已晚，事不宜迟，我把太子殿下7日之内的膳食汇报给你，你也好回去交差啊。多谢陆姑娘。斌，一文一武。阿文说过，他有一个哥哥，是叫阿武。仙儿姑娘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陆姑娘之前在太后寿宴上大放异彩，因此调来永延宫。我这2日啊忙得紧，一直忘了给你打个招呼。客气了，以后呢也承蒙仙儿姑娘多多照顾啦。这个给你。之前4殿下托小宝给我送来2朵绢花，说是刚出的新花样。如今你我一同办差，理应互相照顾，我就借花献佛，也送给你1朵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那真是多谢仙儿姑娘了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此物乃4殿下所赠，我已经如实告知了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太医还没来吗？哎，陆姑娘，陆姑娘，好在你来了，快跟我去！太子出事了，让开让开！我跟你说呀，太子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突然晚上就……哎呀，快！
小贾，醒醒，小贾。太子殿下，你可算是醒了，急死我了都。我这个身体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时不时要在鬼门关走上一圈。您可不能这么说，现在是我负责您，就一定要认真的负责到底。太子殿下，您放心，一会儿呢，我会去检查一下昨天您吃过的药渣。对了，九先生，也麻烦您帮我问一下，殿下昨日的膳食是如何安排的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我也想过了，殿下您的汤药是经过了我的手，是不可能出问题的。那是否食物和药的成分相克了呢？待我细细检查一番，定会见分晓的。殿下请放心。吴姑娘。九先生。太子昨日的吃食和汤水，可有剩余寻得？回九先生，都已经处理干净了。通常前一日的吃食是不会留到下一日的。好吧，你先忙吧。我家殿下寻五味子的事情，还请李大人莫要宣扬。小顺子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李大人，请留步。是陆姑娘。陆姑娘已经在永延宫任职试药了吧？恭喜恭喜！今日不知有何吩咐？我也是刚刚到太子的府邸当值，需要多多熟悉太子历年的药案，所以想来查查药房的记录。这……那好吧。多谢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沉香，五味子，正常入药的话，这量应该没问题啊。混账话！太子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昏厥？定是有人又要害我的玉儿。你们去，把太子近身伺候的都给我查一遍，查仔细些。老奴立刻去办。见过二殿下。大哥现在可好？今早已经醒了，无碍了，请二殿下放心。可曾查明缘由？这缘由正在查呢，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的。你留心伺候。好。这张冰块脸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对太子殿下的事倒是十分上心，真是奇怪。你还好吧？还好，谢谢亲。什么？你刚才叫我亲？你这个女人这么轻巧的词，怎么这么轻易就说出来了？没有，二殿下您误会了，这个只是我家乡特有的客套话而已。等等，该不会赵晨逸从一开始就误会我是个轻佻女子，所以这么久以来他才会对我好感全无的吗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二殿下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退了。路人甲，你真是让人好找啊！跟我走一趟吧。嬷嬷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到太后娘娘那里说吧。
参见太后娘娘。路人甲，是。大胆！你一个小小的宫女，竟敢谋害太子！奴婢冤枉，就算借奴婢10000个胆子，我也不可能对太子殿下不利啊。那五味子，你可识得？五味子，识得。千金方有言，五味子炙热伤元气，口干作渴，汗出不止，或湿热火行，津胃火滞。果然很通药理，那想必你也很清楚，单服此药尚可强心护肝，若是过量加在其他地方，那就是一味毒药。太子正是错服了此味药才致病危，平日里太子服药可都经你手，你又如何逃得了干系？奴婢冤枉，请太后明察。还敢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到慎刑司。冤枉，冤枉太后！